公道书以汉字图画翻译，早人道文。恶人杀改了少主的恶，遭法度行公义之事，可以救活灵魂了。我承认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孽站在我眼面前。救主罪灭，不看我的罪，消除我一切的过犯。上帝的计划就是悲伤的神灵，这悲伤痛悔的心，上帝必定不会看轻。但离开你们的心，不必离开你们的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因他常施恩惠慈悲，不轻易动怒，度量宽宏，不忍降落灾难。我们虽若违逆，不听从耶和华我上帝的命令，去遵行所吩咐我们的法度，主我的上帝时常存慈爱，施出恩赦。求耶和华照着公义责罚我，但愿不大怒，恐怕灭掉我。你们该当悔改，天国近了。